因为是咱这个第二位我们的杨娟，杨娟的话，她今天要来唱闽南歌哦。但是我们的杨娟，她是一个四川的辣妹子，四川听讲拢真香但是杨娟有险无？唱闽南语歌有够险无？等你甲听好，咱就知。杨娟以为是咱海峡之星选出来这个年度的这个亚军第二名。爱听咱大来欢喜的，以为是他今年要发的专辑内底的新歌主打歌，歌名叫做《怀念的港口》。来，邀请咱的杨娟《怀念的港口》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把这首《怀念的港口》送给你们。
谢谢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杨军。老师叫什么？我们的杨军是来自四川嘛哈，成都。哦，四川的成都啊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地方我没去过。有机会一定要去一下。我没去过。听说四川都吃的很辣吗？对对对，很辣的是。你爱吃辣吗？很爱吃，很爱吃辣。哎，你吃辣对咱唱歌，我讲闽南语你听不？可以。哎，啊你会晓讲无？不会。你讲你袂晓讲，你讲一摆，袂晓讲。袂晓讲。哎，你看哦，杨军虽然讲吼，这个闽南语袂晓讲，但是伊闽南语歌，哇，那唱了啦，介标准的哦，所以真的一句拢袂晓讲吗？一句拢袂晓讲。不会，只会讲。无你敢会当用迄个闽南语甲大家请安一下呢？嘿。哦，应该说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过来后一句，大家好，过来咧。啊，你感觉你就没了，后面就不会了。感觉大家好，哦，别拢有啊。大家好，啊，我是来自四川的。我是来自四川的。什么名？有关，啊，你看这个，对吗？来临啊，赶快119来。是是，哎呦，我听你讲闽南语讲艰苦啊，对，所以我就不讲。还是讲国语。对对对。但是虽然讲闽南语歌吼，闽南语唔是讲了介好，但是闽南语歌真正我唱了我那介好。今年要发专辑哦。对对哦，歌名叫做《怀念的港口》。有什么期待的？期待的话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哦，希望大家都喜欢。对对，最期待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哈。一定的啦，因这条歌该好听。我感觉还可以，还可以啦哈。是不是还可以？要说很好听哦，很好听啊，好听，哎呀，别像说哦还可以，还可以，真好听，我感觉嘞，来讲一摆，真好听，真好听。啊，这首歌的闽南语叫做《怀念的港口》。讲闽南语嘞，我不会讲诶。怀念的港口，怀念的港口。来下一